今日同大家一齊逛下寶物園。寶物園嘅話咧，始建於清朝末年。咁傳說嘅話咧，有一年西江大水，將一條黑色嘅木頭衝到去村嗰度。咁村民嘅話，自然將佢推返落條江度。但係呢條木頭嘅話咧，又衝返落個村度。三番四次之後，村民十分驚訝，令到木頭嘅話咧產生咗敬畏。於是嘅話咧，就將佢供奉起身。喺嘉慶年間，貪官和珅俾嘉慶帝剷除之後咧，各地都群情洶湧，熱烈慶祝，大家都好希望多一啲好似包公一樣嘅清官。於是佢哋嘅話咧，用衝上嚟嗰度木頭雕成包公像，建立包相府，以祭祀包公。相府後來嘅話咧，亦都經過幾次嘅損毀，幾乎荒廢。咁直到1995年，喺熱心嘅港澳人士同埋社會各界嘅捐助下，寶物園嘅話咧，先可以喺包相府嘅原址上得到咗重建。而家嘅寶物園嘅話咧，已經成為咗知名嘅旅遊景點啦，亦都係好多個電視劇嘅取景之地。咁好似 TVB 嘅《末代御醫》同埋中央電視台嘅《愛人同志》，有部分鏡頭嘅話咧，都係喺度拍攝嘅。寶物園嘅景點眾多，可以講係一步一景。其中有幾個景點嘅話咧，我覺得一定要去嘅。首先係龍圖館，以磚雕、木雕、泥塑、灰塑等工藝著名。入門口嘅紫檀屏風嘅話咧，亦係雕刻師傅用咗1年半嘅時間完成。講述嘅話咧，係呼延家將大破五行陣嘅故事，非常之值得欣賞。其次係藏品館，呢度係由英籍華人趙太來捐贈嘅藏品。1樓主要收集咗各個朝代嘅青銅器為主，有好多博物館嘅話咧都仲未見過。2樓嘅話咧，主要係陶瓷同埋玉器，並且全部都係大尺寸，好多都仲未見過。藝術館咧，收藏有被稱為東方之筆著名畫家張大千嘅敦煌畫像。咁呢2個地方嘅話咧，一定要去。最後就係寶物堂啦。寶物堂正中嘅話咧，懸掛住由四川畫家韓雲朗繪製嘅包公像。正對包公像嘅話咧，有一個巨型嘅端硯。講起呢個端硯嘅話咧，佢個故事就刻咗喺房梁上邊。話說包公曾經喺端州為官3年，因為青年愛民而深受愛戴。喺離任嘅時候啊，一個端硯師傅就送咗個方硯俾包公以示敬意，但包公肯定唔會收㗎啦。咁喺上船嘅時候咧，端硯師傅將佢咧就偷偷咁放喺包公嘅船上。當包公途經寧陽峽嘅時候，突然間狂風驟雨。包公心諗：我為官青年，我到底做錯咩嘅話咧，讓天公震怒呢？後來先發現嘅話咧，原來船上有個端硯，但係船已經去到好遠啦，想物歸原主就冇可能。於是嘅話咧，就將端硯投入江中。咁雖然唔可以物歸原主，但係仲係將佢留翻喺端州嘅。咁後來擲演嘅地方嘅話咧，亦都形成一個擲演州。咁故事係講完啦。寶物園除咗上述景點之外嘅話咧，仲有紫竹園啦、千丈回廊啦、紫大橋等眾多嘅景點嘅。咁呢度就唔做一介紹啦，咁大家過嚟親自體會一下。係啦，我係阿明，我哋下個景點再見啦，拜拜。